来继续来看这件实在是真罕古。这是伫中华的平顺街有一批新起好的社区的透天厝，竟然是有人霸占着边仔的人行道，甲原本安利的人行道面顶的路灯，甲要互过路人哮喘的椅仔，拢共刷走，啊，就伫这个人行道的面顶来起一间铁皮厝。 白底乌青的铁厝起入我家人行道，搁我边仔的厝。人行道哪会使起厝？彰化市公所人随去稽查，拍开铁厝的门，涂骹就是人行道的红砖啊！这种铁厝占用人行道，这款起法和在地人想拢无。在市区里面的话，影响到安全的话，我们坦白讲啦，这是不 OK 的。 地点伫彰化市平顺街这个所在，新落成社区的透天厝。今年6月时，透天厝边是人行道，真正常。有路顶有椅仔，无这个铁厝。才过1个月尔，到7月时，路顶甲椅仔拢无去啊。人行道就加这间铁厝。底帐Google 街景图，路灯还在原位置，现在已经不见了。那个我们公所会去警局报案。 公所接到消息，随派人去看，初步认定这明显无合法。人工厝主乌白刷走路顶甲椅仔，涉嫌偷摕甲毁损公物，起铁厝更加是违建，已经通报警方加县政府。它就是盖在退缩的地上，那基本上虽然还没有完成查报的程序，不过很明显的是一个违章建筑。 县政府强调讲，社区的透天厝依法爱摕2公尺作为人行步道，袂使占用。就算是提出增建的申请，县政府嘛袂准。会调查到底是什么人起的，并且要求厝主家己拆掉。若无，则县政府就会强制拆除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